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金华社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升已经裁定羁押。这律师伫今仔日下晡5点的时提出控告，讲这个彭真升呢，伊唔捌多次计划甲用这律的法规，所以是无羁押的必要性。也那这个郭文德北检伫要暗暝的时阵，也甲提起控告。另外，检方所认定的关键共犯邵秀培已经限制出境甲出境。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升假日金华社用这案，防指控贪污治罪条例、受贿道理等重罪，防羁押。检方查查搁提审彭真升离省案情，辩护律师团查查下到地总，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控告。律师团强调，无羁押彭真升的必要性，针对北院裁定彭真升羁押理由，包括彭真升是都委会会期主席搬因顶站角色涉犯道理收钱等罪，加上关键共犯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迄当时无伫国内烦恼有高串之路，律师团比较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主张彭真升无熟悉多次计划专家，无主导技术强行通过违法的国旗。其实从我们过去从彭副市长的经历可以知道，说他主要应该是工程相关的专业啦。那我想这个和都市计划应该是有相当的差距，这样子。军训有没有做什么准备？会觉得很冤枉吗？邵秀培这期是金华社案的关键人物，以贪污道理罪嫌约谈到案，移送北检候审。强调查查透早下令邵秀培请回，搁限制出境出海加居住。政府澄清，邵秀培请假2礼拜去日本省，并不是畏罪监督，是检点无约谈。不然你找所有记录，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初日透早得到无保请回，也替邵秀培讲话，强调一份公文遐尔侪人签字，袂当将责任全部撒给一个人。也阁表示，家己迄当时对金华社用这率达到840%的部分唔知影，搁较针对检调动作，批评民进党加做新党国体制。你们大概现在这种动用全部国家力量，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我也不希望啊，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什么叫有罪呢？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北检查查也去台北看守所，就审羁押中的彭真升，甲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尾仔嘛北检已经向高院提出控告，也毋过郭文德强调家己清白。到时若北院发挥精彩，羁押定上恐惊过引起公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台湾今年的双十大典主视觉已经出来，这是用国旗的配色来表示，中央有一蕊梅花，下骹是写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有咱的国旗，这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伊亲身甲建出来的设计。也毋过，这个设计团队煞无起名，也那英文标题是用台湾。刘碧辉是解说讲，希望这个文字有含义，望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热烈欢迎莅临台湾立法院。接见台美商业协会访问团，立法院长韩国瑜身边放咱国国旗，伊是庆祝会主义，庆祝宽选的民国113年国庆主视觉，也充满中华民国意象，以双视形状甲窗花组合，搭配红蓝配色呈现，中心主题是国花梅花，下面写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搁放咱国国旗，也毋过设计团队罕计无挂名。这次的设计其实它是由一群很年轻，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来创作完成。它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那我们就尊重它。想起我14年的国庆主视觉，2010到2015年，由国民党籍的王金平院长筹备国庆，大部分的设计融合国旗、红蓝白配色。2016年到2023年，民进党完全执政，设计是较色彩多样。今年的主视觉有网友联想到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外头的 H 字样，民众看法也真无同。像那个衣服牌子，很像 H。其实我有点看不出来他想表达什么。对，有点像很多水管接在一起。啊，对，有点像。不错，就是有把国旗的主要颜色都有显示出来，也蛮简约的。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我们这个图形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双十国庆，并没有其他的影射跟含义。另外，英文副标题使用台湾，毋是 ROC， 也引起好奇。庆祝会解释希望本题有含义，毋望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强调以早策划国庆的文化总会，即摆犹原是重要会盘，并无出席。也毋过，我2年邀请外国乐队伫国庆演出是看袂到啊。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国内就有深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
庆祝会即次今年顺利开放500名民众入场观礼。9月7号到12之间开放持有身份证的国民线顶报名。下伫20中到12点，伫官网公布电脑随机抽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过来，还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咧？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中国有8间企业是涉嫌透过外资的方式，伫台湾设办事处，甲台湾的科技人才拢甲乌过去。这名单是有中国电子前100强的北方华创，还有中国官方支持的上海汉芯科技。过来要来关心的，就是新光金甲台新金的合并案，即马呢是传出台新金的董事长吴东良，哪像有派人入去到新光金。互因来接受比中信金要求较歹的条件，即马北检已经接到检举，目前是分案侦办。也毋过，这吴东良是讲合并的过程全部拢合法，录音的证据是互人做手去的。落尾就是台北101这第10届的董事长是由调峰上勤的法人代表嘉永杰来做。嘉永杰也是大家真熟悉的艺人。财政部是表示讲，希望会当借伊的船长，互台北101会当少年化，嘛会当国际化。嘉永杰是讲，家己已经有真侪想法，会甲团队做伙来拍拼。美国政府9月初2日时，伫多米尼加甲委内瑞拉总统的飞行机甲扣起来。因讲这架飞行机就是透过空客公司违法买来的。另外呢，为着要闪过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伫委内瑞拉有100个记者，甲因所采访到的新闻全部交予 AI 主播。美国司法部初日伫多米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私人飞机，指控这台飞机是透过总部伫加勒比海的空客公司，为福州以130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1亿非法购买了后，偷运出美国，用来提供马杜罗甲伊的亲信使用。美国表示，这台飞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甲制裁法，所以去互人扣押。委内瑞拉嘛谴责美国干涉别国的内政，行为甲海贼共款。Today's success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we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corrupt practices of the Maduro regime. 有专家讲，这个扣押代表美国调查委内瑞拉政府贪污行动已经升级，而且美国最近嘛持续向委内瑞拉施加压力，要求立刻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理由是烦恼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Fuimos generados por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pero nuestros contenidos sí son reales, verificados, de calidad. creados por periodistas。委内瑞拉无共城市、无共新闻平台拢总100个记者，甲因采访的新闻交由 AI 主播播报。根据路透社报道，为7月底大选，马杜罗家己讲高票连任了后，记者翕到这个选举无公平、抗议民众去警察排过程。马杜罗政府为了平息有争论的选举争论，用真严厉来镇压逮捕超过10个记者，其中互人逮捕的8个记者，恐惊要面临12年至20年的监牢生活。为了保护记者，特别找 AI 主播来支援。Como algunos comentaristas en las redes sociales han mencionado, es casi como una hibridación entre la tecnología y el periodismo que precisamente busca sortear la persecución y la creciente represión. En este contexto en Venezuela, como bien se conoce, a cada minuto hay una mayor exposición e incertidumbre de seguridad para el trabajo periodístico. 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伫社群平台 IG 表示，伫初日法院已经批准检方的申请，以犯下严重罪行的理由，对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发出逮捕令。反对派认为，这显然是执政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上新的行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第二个车厂福斯集团伫开发电动车的时阵，互介绍未确熟的中国进口车来甲抢市场。对疫情期间到即马差不多是5档的时间，这福斯的市场价值已经减1/3。另外，因为这个制造成本是加悬，所以高层开始考虑要关工厂甲裁员。也毋过这工会是真强势，所以看起来可能会有一波抗争活动。根据路透社引述福斯汽车工会消息，资方暗算关一间大型汽车组装厂，也甲一间零件制造厂，和外界点名可能关厂的厂区分别伫奥斯纳贝克也甲德勒斯登。头前是有德西地区的下萨克森邦，后一个是德东地区的萨克森邦。工会已经放调讲要激烈抵抗关厂的决定。汽车业一向互人当作是德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福斯集团头一届决定伫德国境内关厂，引起各方的
注意。外电报道指出，福斯为了配合欧盟政策，专力发展电动车。不过，伫产销转型期间，欧盟市场面对中国籍电动车真俗的竞争，福斯爱伫2026年达成节约成本达到100亿欧元，相当是代表3548亿的目标。关项裁员变作必须考虑的选项。不过，根据1994年劳资中间的团体协约，资方伫2029年前除非得到工会同意，安尼无袂使裁员。路透社报道讲，资方为了这件代志，考虑停止这项团体协约。不过，以德国工会多年来典型的强势，关项裁员通节约成本，劳资中间一定会有真激烈的对抗。大西洋对华美洲伫厄瓜多的通用汽车分公司，原来有同款的困境，小外几个国家签贸易协定，效率较悬的车厂伫市场竞争方面相对较有利。Competimos al final con nuestros vecinos, con los países con los que tenemos acuerdos comerciales y sin duda tenemos una presión grande por encontrar eficiencias. Hay países que tienen encadenamientos de mayor competitividad que han puesto una presión sobre la producción local. 不过，通用汽车也是会留伫厄瓜多市场，所以裁员敢若限伫生产线320个员工，而且无包括销售方面的人力。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韩国的泡菜即马是号做 kimchi， 这种产品的大多数拢是用白菜、菜头也是葱仔落去生的。这几冬因为这个暖化是愈来愈严重，其实一般来讲，这白菜若准备生了好，温度就爱伫18至21度左右，这才是上好舒适的温度。也毋过呢，这个产地江原道今年热浪已经超过25度，在地歹种颠倒是互中国进口的俗货甲市场接落来，即马官方头壳是冒咧。希望讲会当赶紧来研发会当冻热、冻糖害的品种，来维护国内kimchi的优势。双轮顶悬拢是白菜产，海拔差不多1100公尺的南韩江原道安班区，因为地势悬，气候真凉，50多年来是以种高山的大白菜出名，佮包办全国热天大白菜93%的产量。不过，这块肥土即嘛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对2000年到打白菜的收成是一直在落。 지금 내봉산 태백 같은 경우에는 우리나라의 고랭이 배추의 원조라고도 볼 수 있는 곳이에요. 그런데 그쪽은 이미 이제 토양병이라든가 각종 뭐 바이러스 이런 걸로 인해 가지고 재배 면적이 반토막이 났습니다. 大白菜上好的生长气温是摄氏18到21度，不过主要山区江原道的冷冻地区，今年热天平均的气温已经超过25度。若是种的成本提悬，嘛对南韩最重要的食米kimchi造成威胁，因为伫这生的产品内面上普遍的种类都是白菜kimchi。 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해요. kimchi的厂商认为讲，大白菜起价会反映伫产品的价格顶悬，消费者落买就会放弃去买在地生产的白菜 kimchi。事实上，真侪餐厅早就已经使用价格较低中国制的 kimchi。根据南韩关税厅的统计，今年1月到7月 kimchi 进口额是9847万美金，和去年同期比是成长6.9%，创新高。这个现象嘛，互消费者烦恼讲，在地的产品会互取代。南韩农村发展管理局嘛，当地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迁，希望开发耐热和抗病种的大白菜，来救kimchi这个传统好食米。公司新闻刘安编译。巴基斯坦2022年雨季的时阵做大水，结果呢，互真侪善食家庭无通过生活，开始互少年查某囝出嫁，通过对亲家遐换一寡钱来过日子。遮的富贵新娘，毋但是无通继续读册，这大家官迄边若准共款是无好过，嘛会互因甲因的后一代继续过艰苦的日子。 这个村内面所有厝拢是用土拌草料砌起来，几个看起来也阁敢若是囡仔的新娘坐伫厝门口，因将会甲新婚的翁婿开始过新的生活。对因甲外头厝的人来讲，只有结婚才能互所有人拢有饭食。हल्को बाहर थे लहे आगे बड़ा होंदा को शादी कंदा ना नडे होंदे शादी करे नहीं सी शादी करे तो वरी सागी गुरबत अचे वई वरी सागी गुरबत अचे वई बोडी थी उन में घर बर रही विया हाणे काशे कोने का हाणे
每年7月到9月，夏季季风和巴基斯坦带来风派雨中，对几落百万农民的种植有帮助。不过，伫咧极端气候侵扰地球，雨季落强降雨，颠倒予巴基斯坦的自然甲农产饮水，尤其是伫东南部的性德性灾情上严重，天灾愈严重，少女结婚的情形也愈多。बोला का 2 लाख कर्जा मुझे मुझसे गरीब आना माँ उधर न पी उधर से गरीब बताने सा किथा लग 16岁阿丽讲，2年前拄结婚时阵，就是讲做新年会当有胭脂化妆品，因果说因为因翁因兜正散车，只好带翁婿甲6个月大囡仔转去外头厝。真侪甲伊同款的案例，互伊可能会拄到同婚的青少女，想办法想要逃离这种歹风俗。माँ यू न पी चाहियां त मां पाण शादी कयां ऐं जेके हाणे हींअर जेके शादियूं थियूं कनि उहे ॾाढी ॾुखियूं आहिनि ऐं मां चाहियां पई त पंहिंजी माना ज़िंदगी हाली ईअं ई गुज़ारियां पोइ इन ॻाल्हि खे पोइ ई ॾिसंदासीं मां चयो त हाली मां शादी न कंदसि ग़रीबी वधी वई आहे बेरोज़गारी बि आहे भला वॾी वञी सुखी दुखी थींदी पंहिंजे घरनि में ॾे भला ॾींदासीं वञी खाईंदी पींदी सुखियो。联合国伫咧2022年大水过了的报告讲，极端气候和巴基斯坦同分率可能会上升18%，等于是甲过去5年减少的数字规个提升起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再来看，这印度有一间庙是真特殊，这信众拿来呢求的，唔是财嘛，唔是姻缘，颠倒是要求签证顺利。人讲这间庙只要是用心甲祈求，这美国签证就会办甲足顺。目前是逐天有9000人去参拜。信徒沿着色彩缤纷的庙祭奠，那祈祷，那望象征神圣的饼。伫印度第4大城海德拉巴的这间庙。虽然会当求财求福气，不过真侪信徒来遮是要求申请美国签证顺利。After coming here, like I prayed my wish, and my wish came true, and right now I'm flying tomorrow for my journey. 这间庙主要是奉祀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巴拉吉神。传讲伫1984年，庙内的人伫咧圣殿边啊洗11年了，发现神龛会自动冒水出来。这段故事吸引真侪信徒来参拜。一开始信徒大部分拢是求婚姻幸福，会当生囡仔，考试会调。伫这几年，却传讲神明协助申请签证特别灵写，所以真侪想要去美国留学移民的民众拢走来遮拜，互人叫做签证庙。I don't think like coming here would definitely help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yeah, somewhat it is being a Hindu. It is my thing. Like okay, somewhat God really helped me. Somewhere I got lucky enough to get the visa. 想要求签证顺利的信徒，会洗圣殿11年，若是签证摕到，就会转来洗圣殿108年，表示感谢。不过申请签证唔是干那靠神明就好，有信徒讲。神明虽然会当互你运气较好，不过家己也是要甲申请功课做好，才有机会完成美国梦。印度目前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不过每年也是有几落10万的公民想要出国，去国外找更加好的机会。美国是印度侨民上侪国家，讲2020年差不多有40多万的印度学生伫美国留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麦尚阳，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